好，今日嚟到第3集，繼續講呢個比特幣嘅核心技術啊。咁今集就直接講硬核一啲啦。嗱，上兩集我覺得即係如果未聽嘅，一定要聽翻，因為就係講緊個認知同埋點解而家都仲係一個即係仲係一個藍海，唔係紅海。紅海即係所有人都鬥爭緊啦，已經即係你而家做互聯網咪紅海咯，係嘛？你而家仲走去做手機咪紅海咯。咁而家 AI 咪相對藍海啦，但係都湧得好快噶啦。咁而家仲買股票咪紅海咯，而家開始學習加密貨幣咪藍海咯，即係相對要開創嘅市場嘅。咁就係正就係而家呢個機會，身邊嘅人都未知咩叫做區塊鏈，未知咩叫做 Proof of Work， 未知咩叫 Proof of Stake， 以太幣咩鏈咩生態咩 project DeFi 係乜嘢，即係大家人都未知嘅時候就係機會啦，因為未 efficient 啊嘛，未最有效益啊嘛。咁今日就會講比特幣啦。咁你只要學識比特幣一樣嘢先咧，都夠你玩10幾20年噶啦。講真，即係我自己計過，比特幣係價值起碼300幾萬美金一粒嘅。OK， 咁呢啲進階少少，遲啲有機會再講。咁而家11萬啦，好多人都覺得好貴啦。咁但係你相對300幾萬，咁11萬仲有30幾倍啦。第一。第二就係香港樓永遠都啲人都話貴㗎。我好記得我細個聽啲，即係我幾歲啦嚇，可能80年代90年代聽啲阿叔講啊。我以前小學教科書啊，香港樓係點啊？香港一定係咁寫嘅，介紹香港地少人多，香港呢就供不應求嘅土地。我細個已經咁講咯。咁嗰陣時啲人已經覺得當時嘅樓係好貴。咁但係誰不知點會諗到過去嗰20-30年可以升真係10倍20倍俾你睇都有。你諗下一層樓升10倍20倍都有。咁而加密貨幣講緊全球競爭嘅一樣嘢，佢仲要係有限供應，係佢唔係合約寫明，佢係嗰個機制，一個叫 protocol 嘅機制，係令到佢供應只係得2100萬粒。咁所以當供應係固定，需求只會不斷上升。咁我呢幾集一路都講緊點解需求會上升啊，未來個金融點解會係比特幣或者區塊鏈為基礎啊。咁我都一路都會講。咁所以即係建議完整聽晒啦，有時間即係有機會改變你一生嘅一個財富。咁多原因令到個 demand 不斷上升。咁經濟學得一個理論就係個價錢會爆發性地向上，直到幾時呢？直到有一個新科技取代比特幣。咁呢句説話邊個講呢？我非常認同，就係 Michael Saylor 啦，即係一間叫 Strategy 嘅公司。呢間公司咧賣咗50幾萬粒比特幣嘅啦，已經佢淨係做一樣嘢就係賣比特幣，跟住發債再賣比特幣。OK， 股價已經係 S&P 入邊升得最好嘅股票之一嚟㗎啦。OK， 唔係 S&P 係 Nasdaq， 未入 S&P， 準備入 S&P 呢間公司。咁所以好啦，咁講下比特幣。咁比特幣一定要知嘅，上一集講過區塊鏈嘅機制啦。咁區塊鏈機制一個去中心化嘅作用，就令到冇一個人可以決定成個機制嘅嘢。咁呢個就係未來大趨勢其中一樣嘢，會注意到。另外一樣嘢咧，佢一個叫做 Proof of Work， 就係一個叫工作證明。大家可能聽過，喂，咩叫掘礦啊？嗰陣時我18年開始接觸礦機啦。咁跟住再同其他人傾，基本上老一輩嘅人佢係接受唔到咩叫做點解會有電腦會掘咗啲礦出嚟。咁呢個就係我哋機會啦，就係只要你願意開放去接受，唔好擁抱以前舊嘅方式。掘礦係一個 terms 嚟嘅啫，OK， 唔係話真係攞個斧頭去掘，係用電腦嘅算力鬥複雜嘅算力。咁所以咧需要好高運算嘅電腦啦。咁所以掘礦咧就要擺喺一啲盡量好容易產生電嘅地方啦，溫度比較低嘅地方啦，因為電腦會熱㗎嘛。OK， 好啦，咁呢個類似係嗰個技術背後嘅嘢。咁點解呢樣嘢會 work 咧？因為原來人類咁多年歷史，其中一樣嘢就係所有獲得嘅價值咧係一個能量轉換。Hello， 多謝你聽到呢度啊！如果想繼續聽埋落去呢，歡迎去 Patreon 登記會員啦，亦都有更多深入嘅內容，同埋我哋係一個靈性同財富自由雙收嘅一個 community 啊！期待見到大家，拜拜。